来看花莲凤林的大高线外环道哦，有一排行道树，因为拢甲伊整做头圆圆的造型，就亲像水梯共款哦，就人甲因叫做水梯大道。有民众是认为讲，这款的处理方式是袂歹，看甲心情嘛袂歹。 为了要维护凤林镇上所有道路的环境，电工所员工十天内的修剪树啊，其中大九线223到225公里所在的外环道青仔树，方修做圆圆的造型，加上青仔树堆落来起筋，民众拢讲像天涯同款，也为这条路号名叫做天涯大道。蛮绿啊，跟以前没有修的情况比起来，差很多。哎呀，比较漂亮啊！你看起来比较干净啊，到市场来扫啊。 电工所表示，天涯大道会拥护经过2任镇长，上早是前任镇长肖文良的创意。为着修剪树啊，迄当时啊成立环保加公园管理所，聘用专职人员负责修剪树啊，定期也去林务局上课学园的技能。我们每年差不多每3个月到4个月会修一次啊，就1年大概我要维护个3次到4次。听说你们为了这个还去上课啊？对啊，像修树的训练啊，高空的训练这样。 网络上民众也真懊恼，认为天涯大道的维护方式，甲以前这头式的修剪比起来，更加优先。搁对行车安全上，较无视线上的压迫，非常符合凤林镇国际慢车的感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